你成日覺得攰，朝早起身明明瞓咗，但係個人仲係好似冇叉過電。下午3點眼皮開始重，食完飯更加想瞓。放工返到屋企，唔係想煮飯，唔係想運動，只係想攤喺梳化。你以為係年紀大咗，工作太忙，壓力太大，正常呢，人人都係咁，尤其香港人OT 趕時間，睡眠不足，邊個唔攰？所以你一直覺得攰好正常，但係你知唔知道最可怕嘅未必係你老咗，而係你個肝一直喺頂住，而你完全冇感覺。脂肪肝最叻嘅地方就係佢好安靜，唔痛唔喊，唔會突然通知你，喂，我出事啦。佢只會慢慢累積，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，直到有一日醫生睇住你份報告，講一句你有脂肪肝，嗰一刻好多人第一句都係我又唔飲酒喎。呢個就係最大誤會。好多人以為肝病一定係酒，一定係應酬，一定係飲到面紅耳熱先會出事。其實奶茶、宵夜、甜品、長期外賣、久坐、倒攬、高血糖、高膽固醇先係最安靜嘅真兇。所以今日我哋就一齊拆開睇清楚。大家好，呢度就係健康同行，我哋唔係教你打卡式養生，而係幫你拆穿日日都係發生，但係好多人一直忽略咗嘅健康陷阱。我都想問下大家，你最近係咪都成日覺得明明冇做咩，但係個人好攰，食完飯特別想瞓，肚腩越來越大，延伸開始出現脂肪肝、膽固醇高、血糖踩界？留言分享下。尤其如果你屋企有爸爸、老公成日講我冇飲酒，點會有肝問題？嗰位今日呢條片一定要俾佢睇，因為最危險嘅唔係你知自己病，係你一直覺得自己冇事。你知唔知個肝其實係全身最辛苦嘅器官之一，佢每日處理嘅血多到誇張，差唔多等於幾百箱啤酒日日流過去。你以為肝只係幫你解酒，其實唔止，佢幫你處理脂肪、控制血糖、儲存能量、分解代謝、處理身體入面每日產生嘅廢物，甚至膽固醇、荷爾蒙、免疫，全部都同佢有關。即係話你活得順唔順，個肝幫你好多。但係最殘忍嘅地方係佢出事通常好靜。脂肪肝最可怕唔係痛喎，係佢根本唔痛，所以好多人係驗身先知道，甚至醫生已經講咗幾年，佢都仲覺得應該冇咩事。最常見第一個信號就係攰，成日都攰，而且係一種講唔清楚嘅攰，唔係做完運動嗰種，唔係捱夜嗰種，而係點瞓啊都好似補唔返。尤其下午特別攰，食完飯眼皮重到想即刻瞓啊！好多香港人叫佢做飯氣攻心，覺得正常喎，其實未必。好多時可能係糖太高，脂肪代謝差，肝架開始頂唔順。你以為自己只係累，其實身體已經喺提醒你。第二個最明顯，肚腩，尤其男人明明手腳唔算肥，但係個肚越來越突出，溝褲開始辛苦，影相開始自動縮肚。你以為係幸福肥，中年發福，正常啦。其實好多時脂肪唔止係喺肚外面，仲喺肝裏面。脂肪肝好多時就係咁開始。最可怕嘅唔係你肥，係你以為只係肥。第三個就係驗身報告，膽固醇高，三酸甘油酯高，血糖開始踩界，尿酸高，醫生開始講要小心。但係你好多時第一反應唔係改，而係應該下次會好啲，然後奶茶照飲，宵夜照食，外賣照叫，運動下個月先開始。呢句真係好多人講，但係身體唔會等你下個月。第四個，皮膚有啲人開始成日痕，唔似敏感，又唔似濕疹，就係無啦啦痕，尤其夜晚，有時眼白開始微黃，面色總係冇精神。你以為最近太攰，其實可能係代謝開始出問題。第五個就係情緒，好多人唔知，肝狀態差，個人都會特別燥，特別易發脾氣，小事都煩，好似一肚火，明明自己都知唔應該咁燥，但係就控制唔住，
好多時唔係脾氣差，係身體一直處於壓力，你好努力反攻，係想照顧屋企人，但最怕嘅係你一路捱個缸一路頂。香港人最容易就係呢種外面忍，屋企爆，最受傷往往係最親嘅人。所以健康問題從來唔止係身體，仲會影響家庭氣氛關係。最可怕嘅唔係你一個人辛苦，係全家陪你一齊頂。尤其爸爸最常見，成日話男人係咁啦，捱下就過，我唔使睇醫生啊。然後直到有一日報告真係紅晒，先開始驚。但係其實好多問題根本早幾年已經有信號，只係你冇理。最危險唔係病突然出現，係佢一路都起，而你一直以為自己冇事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問，咁我唔飲酒，點解都有脂肪肝？答案好直接，糖啊，精製澱粉，長期高熱量，加埋唔喐嘅奶茶啊、麵包、甜品、宵夜、餅乾，放工太攰，求其食，日日都覺得今日辛苦，獎勵下自己。問題從來唔係一次，係日日。你唔係突然病，你只係一直冇停過傷自己。就好似你唔係一日食肥，你係一年一年慢慢儲出嚟。脂肪肝都係最叻啊，就係慢慢嚟，等你完全冇警覺。所以最重要唔係咩神奇排毒法，唔係檸檬水，唔係3日斷食，唔係貴補充品，而係停低睇清楚你每日到底點樣傷緊個肝。真正有效嘅其實好簡單，第一，減糖，尤其液體糖啊，奶茶啊、汽水、果汁首要飲。好多時最傷肝唔係酒，係你以為比較健康個杯。第二，少宵夜，夜晚個肝本身就要休息。你半夜仲炸雞、杯麵啊、甜品、啤酒，等於你叫個肝OT， 日日 OT， 邊個頂得順？第三，抑鬱唔一定要健身房，行路、快步、樓梯，每日穩定喎，已經好重要。脂肪肝最怕你完全唔喐。第四，早啲驗，唔好等痛，因為好多時痛已經唔早。抽血、超聲波、基本檢查，有時早1年知道差好遠。第五，最重要，唔好再用我冇飲酒安慰自己，呢句真係最危險，因為佢會令你一直拖，一直唔改，一直覺得問題唔係我。其實最可怕嘅從來唔係病，係你唔肯承認。香港人真係太容易用忙合理化一切，太忙啦，所以冇時間運動；太忙啦，所以外賣算啦；太忙啦，所以驗身下次先。但係講真，你而家慳緊嘅可能只係時間，幾年後還返出去嘅可能係醫藥費、睡眠、精力、情緒、陪屋企人嘅時間。最貴嘅從來唔係體檢，係你以為自己冇事，直到真係有事。如果你而家已經開始成日攰，食完就眼瞓，肚腩明顯報告有紅字，請你唔好再拖，因為脂肪肝最擅長嘅就係等你唔緊張，等你覺得遲啲先。但好多健康問題輸就輸起遲啲，有時真正救你嘅唔係藥，而係你終於肯面對。講到尾，真正高級從來唔係食幾貴補幾多，而係你仲有健康可以陪屋企人好好食飯，好好生活，好好老去，呢個先最值錢。如果你睇到呢度開始發現最可怕嘅唔係肝病，而係你一直以為自己冇事。咁呢條片一定要分享俾屋企人，尤其係爸爸、老公成日講我冇飲酒，點會有脂肪肝？各位，有時救一個人只係由一句你成日攰，未必係老咗開始。我都想問下大家，你最近最明顯嘅信號係成日攰、肚腩大、食完想瞓，定係驗身報告已經開始有紅字？留言話我知。你最明顯嘅係邊一個？因為好多改變往往都係由一句原來唔止我一個開始。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下一集我哋再一齊插穿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傷身嘅健康陷阱。